讲一嘴思念的茶，配一片故乡的话，用上亲的母语激出生活的甜。欢迎收听《故乡生活台语诗》。山百合搬厝啊！细汉的时，山百合亭亭开伫阮厝边，阮爱将白色的花蕊挽来插伫手间里。后来厝边的百合毋知倒位去，敢是为要种茶，煞拢总甲因赶出去。山百合是山坡上自在的花蕊。青青啊香，甜甜啊水，因较早开伫阮厝边。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台语诗第52集，欣赏的是高雄的简秀艺简姐所带来山百合搬厝啊。说入去，咱邀请简姐来跟咱分享伊创作这首诗的心情。这是我第一首想要用台语把我的心情记录的，就是这首。我的心情应该拢写伫内底啊，就是讲，阮伫山顶嘛，阮咧山顶是太和，就是本桥过入去14公里，我是到厝中才看到老仔厝，才看到火车，所以我是13岁进前，拢总无互人污染去的，也无水泥，也无电视，也无啥用着钱，所以阮是一个甲人之间相处是互相的山顶。细汉我一个囡仔，我5岁才有小弟。所以5岁进前，若小可捌代志了，过来我较大汉，我的小弟拢还佫足细汉的，所以我拢带头佚佗安尼。所以我嘛感觉讲，有一寡经历对我家己来讲是足珍贵的。阮上较早真正是阮厝边四界拢是山百合，迄阵阮讲古翠花，就是开甲满时啊。较大汉，我知影就是百合嘛，普通人讲野百合嘛，野百合。我家己的感情啦，我会感觉讲，伊就是咧山林安尼，所以我特别会想讲，我就家叫做山百合安尼。所以我的工作室就叫山百合工作室。迄种心情就是自底是伫世界拢会当看到花的环境大汉，毋过到尾啊拢无去啊，就是因为咱若是开垦来种地。阮自底厝的边仔是三仔那头前是一寡，比如讲像还有乌桕啦，即较罕见的种植物。阮咧慢的就食，像红薯啊嘛食，乌桕嘛食，红色啊食，黄色啊食，逐项拢食，足好食。但是迄著是尾仔就会除草剂出来，除草剂就足方便的，人毋免喷草。路边的草除草剂要种植边仔除草剂安尼，除草剂落去了，一寡遮的较珍贵的民间的草药都无去啊，所以这就一种遗憾，毋过无法度避免。伫这首诗内底有2个台语文的用字，比较特殊。顺入去，咱邀请高雄的林凤珠老师为大家来讲解这2字的写法甲伊的含义。简姐这首山百合搬厝啊，这个搬厝的厝我建议伊用是第几次的次，顶面有一个草字头这个是古早人伫咧徛的时阵砍的就是草厝。但是有的人会讲迄是古早人，古早人是徛草厝，即阵的人也无徛草厝啊。那即阵的人的厝
无应该用即字，会用啥？用蒙厝的厝。啊，那蒙厝的厝还佫较无合，喏，那用蒙厝的厝，就不如用即字草字头一次两次的次即字。因蒙厝的厝，即个是过往的人咧徛的所在，所以阮是袂用迄字蒙厝的厝，吼。啊，若是即个草字头即个厝，你若无爱用，讲啊，这是古早人伫咧用的，吼，那会使你用处所的处，税捐处的那个处，迄字嘛是处。咱较早咧写批吼，有当时会安尼写，请至弊处一会，啊说请至弊处用茶，就是咧表现迄个处。伊讲来我的歹所在，来我的歹处坐一个，来我的歹处行行的，弊处就是咱咧讲歹处，迄客气的讲法。所以这个处伫古早就有安尼用法啦。伊遮佫有一个因，较早开伫阮厝边。因你若去查字典，是众大众的众，就是讲毋是干那一个，会当两个、三个以上。咱两个、三个以上的人，有当时咱咧讲第三人称，咱会讲他们，但是台语吼无咧讲他们，台语讲因吼。那这个众就被引用过来指他们的意思。这个佫有因。伊本地国语伊就念作殷重的殷，殷商商朝的那个，他们就是殷商哈，殷就是他们，好，那殷商的是讲他们那一些商人，伊的意思是安尼。咱即阵咧用，较少人咧用即字，但是阮是甲还原，有音，佫有意思。细汉的时，山壁盒亭亭开伫阮厝边，阮爱将白色的花蕊慢来插伫酒间里。后来厝边的山壁盒毋知倒位去，敢是为了要种茶，煞将因拢总赶出去。山壁盒是咱台湾本土非常有代表性的一种花草食物。说入去，咱继续邀请这首诗的作者简秀雅简姐来为咱介绍山壁盒的特色。山百合，我即摆叫伊山壁盒，伊就是野百合，野百合伊的根茎就是这种中药材。细汉咱这是台湾品种的山壁盒，这原生种伊是有疗效的，毋过阮毋捌用过，我是拢摕来看水，伊真特别，有时开起来会当开足侪蕊，就是一支管起来会当分开足侪蕊，开的时阵安尼真香真水就是伫咧山坪顶即摆若要看，可能伫南横南横的路边啦，较有无。伫咱一般的庄脚，常常要无的，像我家己都个定种伊甲一般的百合较无共，就是伊的叶较幼，花小可有一点的颜色，一点点伊的管中尾支骨较散毋过真用，所以伊就安尼发起来，安尼一支长长起来面顶才开花安尼。像我家己即摆园我就会搁种，伊真好种，因为伊毕竟是野生的，伊本来就野生伫咧，你只要莫甲伊破坏，伊就会一直传。伊个籽嘛是发起来，你看要用籽，还是伊家己本身的籽根茎，咱讲籽嘛迄个伊家己会搁传。山壁盒是山坡上自在的花蕊。清清香，点点水，因较早开伫阮厝边。
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台语诗，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，简秀艺写诗，林凤珠老师讲解台语文用字，专门客电台制作，教师主持。非常感谢你的收听，咱后一次再去继续空中再会。